面对不实资讯到处流窜，有人认为它很像一个食品安全议题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添加物或是怎么做出来的。加上现在讯息来源多元，不限新闻报道，包括 LINE、FB 上面都有很多消息在传播。好比前阵子台南市有4个行政区停水，竟然冒出很多假新闻。台南市议会公共事务组借此就呼吁民众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判断力，来分辨新闻真假，千万别急着转传。我们市井乡亲如果在看到新闻或是听到讯息的时候，可以思考一下，说它的来源是不是可靠，或者是说它的内容是不是可信哦。譬如说，我们之前有因为铁路地下化，就是铁路地下化平交道呢，它的管线要迁移，所以有4个区要停水44小时。结果没有过2天之后，我们的同事就有看到在 LINE 上面传的图片，说安南区也要停水44小时。那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判断说，安南区怎么会跟铁路地下化有关系？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假消息。那我们要怎么做？我们可以去查一下其他的新闻，它有自来水公司的电话跟网站，我们上网一看之后就知道说，停水就是这4个区，并没有再延伸到其他的区。所以，我们市民朋友以后如果说你们对这个敏锐度训练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去停止散布假新闻。台湾民主的价值之一就是自由，不过这种自由千万不能滥用。在议会殿堂，很多议员都表示，服务处曾经接获散播假讯息的例子，包括民众误传天灾讯息被警方传唤做笔录等等。加上疫情期间，如果散播不实消息，依法最高可罚300万，所以议员也呼吁民众千万别和自己的荷包过不去。服务处也曾经接过一个案例，就是来这个不小心从LINE转发误传一些关于天灾的消息，然后后来因为他这个属于违反传播假消息，然后制造人心的恐慌，也曾经被这个由警察局来传唤去做笔录，有来服务处求助询问相关的法律咨询的一个部分。那其实特别是现在疫情期间，根据传染病防治法，如果散播假消息，最高可以罚300万。那其实不只制造了社会的恐慌，其实最伤的还是自己的荷包。双子星和3冠网有线电视为了培养民众媒体识读能力，也持续深入在地社区举办讲座，希望提升民众对假新闻的敏锐度，并善尽查证，就可以减少假新闻的散布。记者郭恩吉、何乔邦台南报道。